你又喺泰國又睇過牙，香港你又睇過牙啦，最尾點解會選擇咗我哋博耀？咁另外要提我話少少，我老公其實有幫襯過其中一個喺香港巴士見到好多嘅廣告嘅，係。咁但係咧就令我好失望，因為我拖佢1年半先種完隻牙 ，which is 咧其實喺普吉島本身咧價錢係多少少嘅，大概多一半啦。咁但係咧，本來係可以嗱，佢講啦9個月完咁講，咁但係咧，我老公當時個人喺度咧，佢都搞咗佢年幾，我覺得佢有拖症嘅。咁但係過去咗嘅事就過去咗啦，到而家嗰個佢個情況都理想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咧，我會對博耀好有信心，因為我覺得我去到嗰間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我似入咗個屠宰場會唔會？我又唔敢咁講，街市啦，超級市場啦，超級市場我會咁講啦嚇。咁但係喺博耀咧，我會被尊重，同埋我得到嘅係專業嘅服務。嗱，我自己都係一個退休專業人士，我要求嘅，我其實係喺好多香港嘅私家醫院做過兼職嘅嚇。咁亦都好多朋友咧，都或者客戶咧，都係喺香港10大富豪入邊有名有姓嘅。咁所以我會知道咩叫非常好，同埋咩叫可以。咁喺博耀俾到我嘅咧係一個我感覺到係尊重我，俾到我需要嘅服務嘅。咁所以我係推介博耀嘅原因係咁解嘅，佢令到我感覺到我係一個受尊重嘅朋友，唔好講客戶咁簡單。